廿多年来，食品安全不是出问题，因为印度人在食药方面依然用讲究，甚至想办法自家来做。先做关系有一对我喜红头家，也会自家做小提琴嘅李义贤。5、6年前，因正叶妈妈爱食药嘅，一路想讲自家来做头油好嘅。而家是用真简单传统嘅方式来做，罗马嘅化学家庭物，还用嘅同台湾农民来开做嘅无头嘅来做天然手工头油，还研发用关系采地嘅鲜草来做头油。虽然李义贤嘅妈妈已经过世呢，伊还係繼續堅持手工釀草，愛照顧韓國多消費者嘅空間。上色認證嘅糖琴聲跳出一點讚美音，佢樂器行嘅李義賢除咗會唱小提琴，還係一個做琴嘅師傅。呀，音樂是有興趣啊，但是這個辛苦啊，吃飯都有問題啊。說是那有錢去做啲東西，我們出社會之後，哈，然後開始接觸到啲樂器嘅時間，哈，然後也有興趣嘛，是能做下來。尤其比接觸樂器過後，繼續無就來做小提琴好啦，有一點讚美做琴功夫，故從2008年到台灣工藝比賽本年先到，愛做出斬掉嘅小提琴，一定重要嘅就會垂直同功法。手工嘅時間，因為家啲某一個地方係厚度係強壯嘅，全部它的厚度都不一樣。從呢地度來講，到呢旁邊是最薄嘅，呢東岸是下盤，所以手工咁樣輕重要啦。不過做小提琴嘅亞松樹5、6年前起始，每次定去做手工頭油。你要是要頭油泡好哈，裝起來等下整啊。一下是為天時好，李義賢打造頭一行愛做嘅事，就會為先同頭二就尖好嘅芋頭味整熟對，一條芋刀尖頭又飽滿嘅芋頭味，就會做頭油嘅主要原料。其他就香味，其他香。品質還好，但是呢，佢做的按活化按的土地啊，人們全部輪作嘛，係啊，所以我用台灣頭哈，咪可以幫助按台灣的農民啊。整好嘅芋頭味，用到中南方愛先用比冷，再個用入冇南方加入曲奇，同佢攪勻來，用清熱等佢發好。再個用到嘅羊肉絲炒完來，將同佢多暗講嘅杜烘。咁樣其實佢哋要防腐哈，然後按標準光度哈，最起碼要半年以上嘅時間哈，我們要抑制它的發酵，冇俾按夾，所以要有染，所以有兩種作用啊。對芋頭味都做出頭油，至少會半年才會好。故所李義賢當然會起選用皮嘅同尖條味來吃上困啊，困幾多嘛該長途嘅。第二件下實戰嘅暗講嘅杜烘，就早地發現要偷一隻黑色硬。呀，你也識講嘅嗬，喺我做嘅天就講，係啊，我開始試做，幫我媽媽試嘅時候，使用了最細講去做。對佢來講，有動貼片嘅意義，認真頭擺讓媽媽鋪片愛食用嘅，另義賢兩公婆就決定愛自家做天然嘅手工頭油，唔加半絲化學成分，安尼讓媽媽喺過食到頭油就唔食少，會對身體有太大嘅負擔。住在一起，我看他這樣子吃，他的飲食方面真的很不 OK 的，都吃重鹹，然後生病以後呢，我就覺得說，我們來做醬油看看，因為我婆婆她早餐都吃素嘛，吃素她都喜歡沾醬油，那我就覺得，做醬油不錯哦。所以你就問哈，我記一天我就有做一年的事，因為我看到你就問哈，想起很多事情啊，想我媽媽挺艱苦然後才了開始做，所以你就問，其實我很珍惜啊，就係。
過去2年來，林義賢將天天嚟研發出天然嘅手工調油，其中親愛克服嘅就係愛用嘅控制溫度。因為佢倆曲菌係愛發酵嘅時間哈，佢溫度要有30度以上，啊濕度要做唔得超70啊，所以清難啊，天氣清好，這樣做樣嘅，所以天氣變化對人做調油來講哈，其實真辛苦。為做出好嘅調油，林義賢堅持用同台灣小農打起用嘅原料，佢係關係字體技術，用唔來試看啊，到調油度方加以關係特產鮮草煲出嚟嘅鮮草茶，調配出有溜溜嘅香味嘅鮮草無調嘅調油。我們也花了1年多的時間，讓研發出用鮮草去做嘅調油，啊，佢全部沒天然嘅，但是呢，一路鮮草先差唔多煮滾差唔多10點鐘，好，這樣做得做，所以做鮮草挺麻煩，所以做了沒做得幫助關係嘅鮮草農民嘅度哈，所以是有兩種嘅想法，讓人去做起來。紙不要拿出來，整個袋子拿出來。林義賢平常時還會開放本民眾來合作調油，讓呢類嘅熱情同貼片嘅生意呢，係對紀念中心來嘅新址中位嘅學員，線上帶的呢一步一步做出自家親手做嘅手工調油。然後讓他們可以跟外界接觸哈，那同時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剛剛在那個做的過程當中，他們充滿着喜悅哈，這樣其實對他們的那個身體跟心靈上面的平衡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活動。漢拜紀念中心每位同期合作，按呢中心嘅學員就會有很卡多嘅工作機會。等於是把它的醬油的這個廠牌哈，它就是會給我們曼菲爾，然後呢會讓我們的曼菲爾做一些醬油的標籤啊，還有一些外包裝。那這樣的話，我們工廠裡的庇護員工，他們就有工作的機會，然後有一些收入可以進來。其實我有去解做些地方去看啊，我知道做得幫助佢，還是幫助佢，所以我們希望講了新市莊嘅朋友哈，做得了解到，做調油係要慢人做，哈，有一隻全新嘅體驗哈。林義賢用輕簡單嘅設備、輕傳統嘅方法，做出一定天然嘅原味調油，合乎菜體、漢卡、蔬果等消費者嘅口感。佢愛同鄉民嘅心，融入一行又一行嘅調油度方，希望由漢卡當人來享受到，為也調油嘅香味永久存下去。